从来都是别人的靶子。大征之势，家国存亡就在寸缕举措之间。无论内外，搏杀残酷。天无二日，国无二主。太子之位太早确立，就等于在国中又立一主，容易让心怀意念者聚集到另一面旗帜之下。臣弟明白了，大王迟迟不立太子，就是不想让心怀意念者有机可乘。当儿是寡人嫡长子，天生勇武果敢。秦国历代选择储君，都以勇敢果决为首要。楚离子，你是否觉得他更合适？或许将来有一日，能为我大秦征战沙场，以武扬威。臣惶恐。大王英明，公子当好武，力大无比。若再过几年，如有机会随臣征战沙场，定能成就大王心愿。看来王后请你教导当儿，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大王明察秋毫。那你如何看华儿呢？按说公子华是大王的长子，好学上进，又多有军功，是个可塑之才。只是他的生母和其魏国背景，恐怕对他有所拖累。华儿才华出众，在诸公子中颇具威望。寡人只想对自己的每个孩儿都能做到公平。都说大王宠幸芈月，所以也难免爱屋及乌啊。继儿率真可爱，冰雪聪明。寡人政务繁忙之余，逗弄小儿郎，削发舒心。臣弟以为，那公子季既然是幼子，不必肩负国家重任，大王格外溺爱些也无妨。想来芈八子便是大王的解语花吧？芈月的确是解语花，但她也不仅仅是解语花。你到底在担心什么？是怕寡人专宠妇人而乱了朝纲吗？臣弟追随大王多年，岂有不知大王为人的？我们都走这儿。还没想出来。嘿，把香烟拿过来，给我看看！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给我站住！别跑！怎么办？再跑打死你们！给我站住！小心点，公子！还要跑！小心点，公子！再跑打死你们！别跑！快点跑！别跑！弟，快跑！打死你们！弟，快跑！别跑！公子，慢点呀，公子！我看，看，弟，快点！你们快给我站住！给我站住！一强力弱，非君子！滚开！叫你跑！把香拿来！你是谁？竟敢对我无礼！我是谁？我是你哥哥，你欺负弟弟，我替父王管教管教你。公子没事吧？滚开！你敢打我？你可知道我是谁？你欺负弟弟，就仗着身材比他们高，力气比他们大，遇到身材比你高、力气比你大的人，你只会说：“你可知道我是谁？”
你是谁呀？我是。你给我等着，总有一天我会亲手把你打趴下，叫你跪着向我求饶。好，这句话倒像个好汉。那我就等你长大，练好本事，来找我打架。公子，姐，滚开！给我滚开！都给我滚开！公子，快跟上啊！公子。夫人，夫人知道公子要回来，早早就熬好了桃花粥，等着公子了。春吃鲜花，夏吃果，秋食野菌，冬喝汤。你在军中辛苦了，春天喝点桃花粥是最活血养颜的。母亲为孩儿太操心了。华儿，母亲听说刚才你在园子里打了公子当。哦，他以大欺小，应给他点教训。何必管那闲事儿？得罪了王后啊！啊，既然已经得罪了，就得罪了吧。反正芈月眼下才是大王面前的红人。母亲，华儿只是看着不公才出手的，并非想讨好任何人。华儿向来最懂事儿了。快，趁热喝了吧。哟，妹妹。魏夫人，公子华，妹妹也逛园子呢。哎呦，真是凑巧了。昨日华儿还跟我提起你们公子季，说小小年纪正气凛然，令人刮目呢。魏夫人过奖了。公子华打抱不平，仗义直言，本该受芈月一拜。八字严重，说不上什么仗义直言，只是看不惯仗势欺人，以大欺小罢了。华儿自小就这样，所以在兄弟当中威望最高。继儿当以公子华为楷模。妹妹可算来了，我特地派人叫妹妹过来。姐姐，快过来。你看，这是太医院特制的桃花丸，我用了一阵子，还真不错。妹妹拿回去试试。谢谢姐姐，什么事情都想着我。你我连理同知，与他人自然不同。大儿和继儿手足亲情，更是其他兄弟不能比的。姐姐说的是。我听说